英国前首相 Truss 访台演讲，呼吁欧洲摆对中国的作为结外挂，佮爱英国劝台湾加入 CPTPP。香港外口西政治网界外加尊主和合作40年的明报宣布停刊，怀疑又搁是香港政府咧打压言论。时速约200公里的热带气旋摩卡，和缅甸甲孟加拉灾情严重，上无已经有81个人死亡，100多人失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英国前首相 Truss 来访问台湾，今日公开演讲，除了呼吁欧洲唔通对中国的作为结外挂，嘛对现任的英国首相苏纳克发声，望伊会当实现竞选期间所讲的话，甲中国列做战略威胁。嘛用台湾甲香港的文化中心取代英国境内和中国操作的空中学院。Truss 嘛就民主国家同齐挺台湾，呼吁英国当局就要表态支持台湾加入 CPTPP。佮提醒民主国家要一步一步减少经济方面对中国的倚靠。Truss 甚至佮提出经济北约概念。毋过，Truss 这座行程是随引起中国不满，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是随批评 Truss 根本就是咧作秀。We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right across the world need to do all we can to support you over the coming years. Your future is our future. 前英国首相特拉斯访问台湾，则是进行公开演说，主题是谈论中国的威胁。甲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讲到，欧洲迈向立台海事务讲法无同。特拉斯认为，欧洲必须避免挑衅中国，并且应该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And I believe it's completely irresponsible for European nations to wash their hands of Taiwan on the grounds that it's a long way away or it's not a core part of our concerns. I don't think they could be more wrong. It is a core interest to the people of Europe. 特拉斯也呼吁现任英国首相苏纳克兑现竞选所讲的话，甲中国列做战略威胁。爱是甲由中共控制空中学院改建起来，甲由香港甲台湾人经营的文化中心来代替，并且应该公开来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I want the UK to champion the fast tracking of Taiwan's accession in collaboration with key members of the CPTPP. It is also vital that China is blocked from being a member of the CPTPP. 为了对抗中国脅迫，特拉斯也提出不甲未来应建立所谓经济北约概念。不过，中国驻英大使馆是伫官方网站发表声明，批评伊访问台湾是一场政治表演。I think that is a very dangerous idea, that we should allow a totalitarian regime to dictate who goes where in the world. 特拉斯强硬反击中国的批评，另外此行是毋是烦恼讲引发报复行动？伊讲相信台湾政府知影对台湾人民上好是啥物，中共想要控制台湾的野心，大家拢知影。民主国家应该合作，互中国知影讲侵略台湾会有非常严重后果。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美国司法部起诉偷摕商业机密的案件。当时有3件有中国人涉案，其中有1件是一个被bắt伫咧苹果公司食头路的中国工程师，伊是涉嫌偷摕自动驾驶系统的技术，不过人已经是走转去中国。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乌克兰的第一夫人欧莲娜，昨是去访问南韩，因希望会当争取南韩的政府提供因称地雷的设备，佮有救护车等等这寡非杀伤性的军事装备。英国《Times》报道。前纽约市长和助理都逼成买贷，这个助理是要讨赔1000万的美金。说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乌克兰的军方讲，因昨一暝就查到18粒罗西亚飞弹，其中佫包含6粒罗西亚上届有自信的核音速必须飞弹。不过罗西亚军是随出来否认。上尾是《华盛顿邮报》，奥地利一架火车防创空，车顶顶呢是放上希特勒的演说。乘客就是讲火车去互劫去，警方已经接握嫌犯等来调查。问题美国总统拜登拜五参加G7峰会了后，伊是会去澳洲、甲澳洲、印度、日本的领袖开4方安全对话高峰会。不过因为美国政府债务恐惊是跳票，所以讲拜登要袂去澳洲啊，要赶转去美国处理提关机制上限的代志。
本地要开会4国领袖，即阵是换伫咧G7峰会期间见面。The Quad leaders meeting will not be going ahead in Sydney next week. We, though, will be having that discussion between Quad leaders in Japan. I thank Prime Minister Kishida for his invitation for me to attend the G7, and it is appropriate that we talk. 对2007年开始，每年进行的四方安全对话，由美国、日本、印度甲澳洲组成，主要诉求是维护印太地区海洋自由航行，阻绝中国伫这个区域的军事扩张。会谈有时由各国领袖亲身参加，有时是由国防外交等重要首长来参加。今年非正式领袖会谈原定伫澳洲的雪梨进行，不过美国总统拜登伫出发进前，接甲国会领袖，特别是共和党籍的众议议长麦卡锡这人达成共识，双方拢愿意以提悬上最救济限度的方式来避免财政部长耶伦所讲的6月7日真侪联邦政府跳票告急的日子。We only have 15 days really to go. We've got to find a way that we can curve our spending, raise our debt limit, and also grow our economy. And the president agreed to appoint a couple people from his administration to sit down and negotiate directly with my team. 因此，参加完讲到的 G7 峰会了后，拜登就要赶回去华府主持行政甲立法部门协商，而无都继续去澳洲的行程。另外，同一时间，伫美国国会，瑞国首长也正拍拼撮合两党议员，强调联邦政府免跳票的重要性。We're deepening our ties with ASEAN and the Quad, and I'm pleas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oon provide significant addi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to Taiwan through the Presidential Drawdown Authority that Congress authorized last year. 另外一方面，美国140间大企业的高层也联名写公开配合拜登甲国会领袖，提醒行政甲立法的双方，若是互联邦政府跳票，会严重来冲击美国经济。国际新闻，齐嘉玲编译。罗西亚甲乌克兰的和平谈判可能有希望啊，因为南非的总统总是讲，非洲有几个国家的领导人组成代表团，因是要讨论结束战争的方法，而且罗西亚甲乌克兰都已经答应互代表团去访问。南非总统拉马福沙在那间来访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见面时就讲，伫尚比亚、塞内加尔、刚果共和国、乌干达甲埃及等国家领导人所支持，并且成立的代表团。第六俄罗斯总统普廷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同意要讨论结束战争的可能性。Agreed that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receive a mission of the African heads of states in both Moscow and Kyiv. I agreed with both of them that we would commence with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engagements with these African heads of state and to have a discussion on how this conflict can be brought to an end. 拉马福沙讲，伊伫13分别甲普廷甲泽伦斯基通电话，得到双方同意开始准备朝向解决冲突的和平方案方向前进。不过时间也唔知，这次基辅甲莫斯科拢无做回应。在此进前，泽伦斯基北讲，伫俄军撤出乌克兰领土进前，未考虑达成和平协议。因若根据普廷甲拉马福沙北交谈的内容，普廷支持非洲领导人代表团参加讨论解决冲突的展望。讲家己伫咧俄战争的冲突立场要中立的南非，伫非洲联盟领导的地位最近受到检视。拉马福沙宣布这个消息的前几天，接获美国大使指控南非甲俄罗斯徛共平，甚至提供武器予莫斯科。伫咧宣布要朝向和平努力的时阵，俄罗斯阁对基辅发动猛烈的攻势，讲因用音速飞弹摧毁美国制造的爱国者地对空防务系统。基辅方面是讲，因甲俄罗斯方面过去24点钟久内拍过来27粒导弹内面的18粒炸落，其中包括6粒匕首及音速飞弹。严过互莫斯科的国防部补贴讲，乌克兰讲炸落数量比俄国方面射的加3倍，而且飞弹的种类也讲唔对。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辑。香港出名的漫画画家尊子，伫咧《民报》连载40年，不过这阵《民报》是宣布停止甲伊合作。有不少尊子的作品嘛去封落架。这个尊子的作品风格是口写政治史书，亲像这幅有一个阿桑，伊是甲勉强跳过这支悬的关，咱搁甲看这个关边啊是写清零。其实这就是咧口写中国政府要求人民配合防疫，要甲疫情清零的目标根本就无可能。另外这幅爱国者治港，不过后壁煞是有徛一个人。
这就是咧讲中国伫咧背后操作香港特首，打压香港人。民报虽然无讲为怎样停刊，不过真明显是香港政府出手打压言论。论主本人嘛强调讲，未停止发声，嘛未离开香港。贾石连先为外景无偌久作品就完成。伊是香港著名的政治漫画家尊主，本名黄基军，为港媒《明报》画漫画已经40年。不过，就是开始伊的漫画专栏停止连载。《明报》无说明停刊的原因，不过外界甲尊主拢了解，认为这是港府施加压力的结果。伊的作品牵涉到中国人权、香港民主运动，也甲中国安怎对香港加强管控。过去一年，互香港政府6个点名漫画内容无符合事實。咁係過去呢大半年，或者係過去呢3幾年啦，咁啊比較一個大嘅轉向嚟嘅。咁就報紙咧越嚟越少啦，咁啊對報紙嘅收緊咧，或甚至係出動一啲嘅法律去控告啊呢啲咁，以往係真係好少見到嘅。咁而家就即係非常之強烈啦。2020年，香港實施國安法了後，香港言論甲新聞自由空間明顯縮減。到今已經有6個記者，互人控告涉嫌顛覆甲煽動叛亂這個罪名，互人逮捕。面對管控一直增加，專欄各人停刊，尊主也是表示會離開香港。咁消防員見到啲火燭走嘅就去唔得噶嘛，咁所以話就即係就係做記錄者，咁應該係留低喺度啊。另外一個同款唔驚政治壓力的是突尼西亞的漫畫家日，伊的作品大部分在網絡發表。日本來是建築師，因為關心環保，甲前任獨裁總統班阿里對嗆。現任總統薩伊德上台了後，下入國會權力，互伊無法度過激點點。faisait que par la caricature et l'image, je pouvais effectivement contourner la censure et atteindre surtout un public qui à la base n'était pas porté sur la politique parce qu'il en avait peur ou parce que ça l'intéressait pas. Et donc j'ai constaté finalement la force, on va dire, du dessin. 日捌用希特勒的形象敲死薩伊德，互伊所變做德國政府的死對頭。不過，伊是講家己未停止運用敲死的力量，伊的持續畫圖，互人注意，導致薩伊德政府繼續走向獨裁。公視新聞徐婉玲編譯。泰國國會大選民主派大贏，不過因為軍政府嘛掌控議會真濟席，所以講這民主派的人敢有法度成功成做總理，也閣真歹講。互人政治追殺、流亡伫咧海外17年的前總理戴克辛，總統透過視訊，呼籲已經有血壓的軍事高層，要有尊嚴退休，莫閣擾亂執政。泰國政大選後第2大黨為泰黨背後的總教練前總理戴克辛，昨日出現在語音社交 APP Clubhouse 一場討論會。戴克辛講，這擺選舉前進黨的大勝，證明社群媒體也有 UGC 的行銷，也就是使用者原創內容的競選模式，用來進行開真濟錢買票傳統手法。ของก้าวไกลเนี่ยเขาใช้ UGC เนี่ยนะบนแพลตฟอร์มของ TikTok เพราะว่าคนรุ่นใหม่เล่น TikTok เยอะแล้วก็เมมเบอร์ของ TikTok เยอะมากที่สุดมันก็เลยไปเร็วก็เลยกลายเป็นเขาเรียกเป็นออร์แกนิกหัวคะแนนแบบออร์แกนิกอะหัวคะแนนแบบธรรมชาติไม่ต้องใช้เงินใช้ทองอะไรมากมาย戴克辛2006年和軍方誘落台，流亡海外17年。伊講敢若是處在一個大型的家家內底，伊並且講計劃7個月回國，無論是毋是入閣，伊攏準備好要面對一切。戴克辛也呼籲已經年老的軍事將領，應該愛有尊嚴來退休，莫閣再來擾亂政事。民主改革派兩大政黨前進黨甲為泰黨，這擺大選佇總席次500席的下議院，摕下292席過半席次，以首都辦國為例，轉數33席，前進黨就包辦32席。而現日本政府總理帕拉育領導的團結建國黨，敢若得到36席，得票就是排名第5。不過，軍政府修改了後的議會制度，確實予新政府的調組是充滿變數。帕拉育昨日佇政府大樓召開記者會，伊向各政黨來表達祝福，同時也宣布進入新政府調組的階段。That Thailand needs to change, and that change has to do with the reform of the military, the monarchy, getting rid of the draft, amending the Article 112 Lèse Majesté. That's what Move Forward proposes, and people chose them yesterday. 前進黨領導人皮塔出身富裕家庭，自細漢被送到紐西蘭做小留學生。
伊对泰国法政大学金融学系毕业，伊搁伫哈佛大学摕到公共政策的硕士，也搁完成理工学院的 MBA。2019年，以未来前进党的身份当选国会议员。党被迫解散了后，伊搁担起重组新党的责任。伊勇敢来挑战军政府，提出像是修改宪法112条，修宪防止搁再有政变，也搁支持 LGBTQ 婚姻闭关这政策，拢得到少年世代心。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人工智慧 ChatGPT 全世界是有9亿人咧用，不过嘛有引起不少问题。亲像人类的工作机会互 AI 取代 ，AI 艺术创作有道德争议等等。所以讲，即阵美国国会是开听证会，就有 AI 公司的执行长呼吁政府要成立专门的管理 AI 部门。We have seen what happens when technology outpaces regulation. That voice was not mine. The words were not mine. And the audio was an AI voice cloning software trained on my floor speeches. 美国参议员布鲁门塔建议 ChatGPT 下议要参加16听证会演讲内容，会让看到 AI 以假乱真、混淆视听的潜在危险。对此来表达 AI 科技应用袂当亲像社群媒体共款失去控制，需要赶紧受到规范。在演讲结束之前，也搁强调这是伊家己本人讲的。That was not written by AI for sure. 美国国会16举行人工智慧听证会。微软投资的 OpenAI、IBM 加 AI 科技专家拢参加，面对着两党的议员对 AI 科技影响选举、失业、资讯内容真假加军事行动等议题所提出的质疑。三大背后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第一遍伫国会讲 ，AI 一定会影响就业市场，也承认 AI 若行偏去会造成正大的危险，所以愿意配合公开部分技术。而且目前会当提供生成式 AI 模型的公司也阁无算多，希望政府赶紧立法监管。We want to be vocal about that. We want to 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to prevent that from happening, but we try to be very clear-eyed about what the downside case is and the work that we have to do to mitigate that. 阿德曼也建议政府赶紧甲业界对话，成立独立的 AI 专业机构合法执照，来符合 AI 技术加道德安全的规范。只是各界对 AI 专业机构的实施内容，也有各种的质疑等待厘清。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辑。这台气旋摩卡扫缅甸甲孟加拉，实际灾情是比料想的更加严重，上无已经81个人死亡。洪灾过后，缅甸的西部大城市对规个密密茂茂，有真侪树啊倒去，骑架嘛害去放去。这个热带气旋摩卡，礼拜是以200公里的时速对孟加拉甲缅甸中登陆。缅甸的西部灾情真严重，目前也阁有900人失踪，这死亡的人数恐惊会阁升起来。阿根廷海边最近是发现一只钓上的海狮，伊的颔管竟然是去互塑胶缩掉咧。这海洋的塑胶本数对环境佮有动物的伤害是超过咱的理解。不过，根据联合国的调查，若是对即阵开始拍拼海洋本数，加用过环保回收的物件，20年内就有机会当减少海洋当中8成的塑胶米。医疗人员详细替海狮清理空水，这只海狮颔管皮肤口径的所在有一颗正深的空水，和工业包装的塑胶环、塑胶正严。因为海狮有攻击性，所以阿根廷生物学家伫咧救援行动时阵是正顺利，并且给伊带转去包空水治疗。Ante tamaña herida que después pudimos comprobar, bueno, se optó obviamente por traerlo aquí al centro de rescate. En su momento la herida era muy profunda, pero dado los repliegues del cuello y de la posición del animal, que es un animal que está afortunadamente en buen estado, o sea, se lo ve con un buen peso corporal, alrededor de 14 kilos, un animal activo, agresivo, que también costó por eso el hecho de poder asistirlo, de poder contenerlo. 这只海狮是伫阿根廷一个小镇的附近海峡被发现，迄当阵看起来正需要斗相共。当地世界海洋基金会救援小组伫咧检查伊的空水时阵，竟然抑阁伫咧伊的皮肤顶发现有一颗手指。同时发现伊有病危的症状，就开始后一段的治疗。Cuando el equipo de médicos veterinarios lo anestesiamos y el animal tranquilo pudo verse la herida, se comprobó que lamentablemente tenía bajo esos pliegues la presencia de un suncho plástico. ¿Sí? Es otra evidencia más de todo
esa basura, ese distinto tipo de contaminación que lamentablemente está en el mar, que nosotros no podemos percibir, no podemos ver, y que sin embargo estas criaturas, como el caso de este lobito, nos llama, digamos, nos traen a cuenta。阿根廷世界海洋基金会讲，这只海狮将会留伫咧基金会，一直到完全获释为止。根据联合国10日所公布的环境报告显示，即马世界各国若是让努力的透过重复使用、回收加研发代替材料三大方向来努力，伫未来20年内就可能将塑胶污染减少80%。联合国也讲，2021年全世界产生1.39亿吨的塑胶粪扫，若是无赶紧采取行动，到2060年，全世界塑胶产量将会增加2倍，对地球的生态会造成正大影响。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南亚斯里兰卡有一个庄头是伫咧野生动物保护区的附近，不过因的农作物是定定去互野生的象食了，而且这寡象还会攻击人。两甲象的冲突，平均当年是造成50个人甲250只象死亡。所以讲，这当地民众就冲入政府的办公室抗议，叫政府赶紧想办法处理。少地海部控诉政府拢无作为，南亚斯里兰卡北部村庄的农民拜日集体走去当地野生动物保育办公室，真生气的问官员要安怎？因为前一天因辛苦耕作农作物，拢互50多只大象毁损。අලි 50කට වැඩිය මේ මගේ මේ වගාව අයින්නේ මේ කරන්ටට අයිනේ මේ තියෙන්නේ අලි සංජුව පොඩි කරපු කෑල්ල තමයි. ඉතින් අපි මේ උදේහවහ නැතු මේ ගොවිතැන් කරලා මෙව්වට දැන් මේ කිසිම මේ රැකවරණයක් නැතුව දරුවොත් එක්ක බොහොම අමාරුවෙන් ජීවත් වෙන්නේ මේ වගේ. අද අලි 50කට වැඩිය මම වගාවට එන වගාවේ. 农民保管的表示，保育区附近7个村庄的农作物有一半去互象食去，家长怪烦恼象走去学校伤害学生囡仔，野生大象的问题若无解决，农民强要活袂落去。 මහවිලච්චියේ අලි පළවා හැරීමේ කටයුතු යාලා ආරම්භ කරනවා. ආරම්භ කරලා විල්පත්තු රක්ෂිතයට යවන්න තමයි බලාපොරොත්තු වෙන්නේ. මේ දවස්වල කරන්න විදිහක් නැත්තේ පසුගිය දවස්වලට වැස්ස නිසා මහවිලච්චියේ වැව පිරීලා තියෙනවා. පිරීලා තියෙන නිසා මේ වැව හරහා යන නිසා අලින්ට අර 水上官员进前已经使农用机搁野青用炮啊甲象灯赶离开村庄，毋过也是无法度平息农民的怒火。斯里兰卡民众大部分信佛教，认为大象真神圣，捏做抬大象上当会防判死刑。毋过真少人提起诉讼。根据统计，当地有几落千只大象，因为人甲象的冲突，当年差不多50人互大象攻击死亡，嘛差不多有250多只象，因为安尼互农民射杀、颠倒还是毒死。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